天晚上的主持人，然后我们今天要探讨一些夏威夷的在地议题。然后我们今天邀请到了3位受访者，那我们有请第一位受访者。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的观光客哦。这一次啊，我来夏威夷呢，总共旅游了2个礼拜。然后啊，我这次带了非常多的纪念品。有什么纪念品呢？你看啊，第一个啊是夏威夷非常有名的咖啡豆哦。我在这里啊喝了很多而且啊，我觉得它这个味道超好超棒的，所以我准备带很多咖啡豆回去送给我的亲友们。还有啊，这是什么呢？这个啊是夏威夷那些原住民啊，他的一些就是小饰品啊、编织的东西啊，因为他们的东西我觉得他们文化非常的好，而且他们的做工的都非常细致、非常精致，所以我就想要买很多回去，然后一样是送，就是当做礼物要送给其他人哦，而且我自己也要留着当纪念品。然后最后一个呢是夏威夷啊，不是冲浪非常有名吗？像我这一次来的时候也有去冲浪，然后呢，所以他们那些地方呢就有卖一些冲浪板的一些颜料，然后我就想说啊，那我可以买这些颜料回去自己彩绘我自己的冲浪板哦。哇，我觉得这一次啊，真是收获超多的。你看买这么多的东西，我觉得超开心的，而且这里超好玩的耶。哇，看来于婷在这次夏威夷之旅中好像买到了很多非常新奇的东西。那请问你来夏威夷大概几天了呢？哦，我呢我要准备来玩2个礼拜，那我现在已经玩了1个多礼拜了。对，那你在这个礼拜有没有吃到什么在地美食让你永生难忘的呢？我觉得最难忘的美食就是他们那个烤猪，因为像在台湾啊，如果吃烧烤类的东西的话，通常就只有通常不是只有吃什么猪肉片啊，或者只有吃特定的部位。但是我觉得它这里超特别，就是它是把一整猪都拿下去烤，而且你是烤完之后是用直接切下来的。我觉得这真的非常特别，而且从来没有吃过的吃法，我觉得超棒的，而且真是永生难忘的。那除了在地美食，你有没有去全世界知名的威基基海滩呢？当然有啊！我这个人超喜欢玩海，超喜欢玩水的，所以当然要去全世界最好玩的威基基海滩去冲浪啦。我从来没有玩过这么高、这么刺激的冲浪而且那个水啊超清澈的，然后那个浪啊就打在身上，我觉得超好玩的。而且那边就是阳光非常的好，而且海滩也非常干净，我就很喜欢的，也非常棒。所以我这次才买了海滩的颜料，回去自己彩绘我的海滩。对啊，我觉得超好玩的。那相信接下来剩下的这一天，你一定也会有非常快乐的旅程。那我们就先祝福于婷喽，谢谢。于婷，我突然想到还有一个问题，你上次来夏威夷都很开心的，有遇到什么让你非常不愉快的事情？不愉快的事情哦，我记得我想到了有一次啊，就是我走在路上的时候，然后就发现那个当地的原住民，然后我就想说，因为通常我觉得夏威夷人啊都很热情，所以我就跑去问那些个原住民说，哦，我可不可以跟他们拍照？结果你知道他们怎么样吗？他们很凶他们很凶的跟我说不要，然后就不理我，让我完全错愕在那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这跟我所认知的夏威夷完全不一样。夏威夷人，我记得我刚下飞机的时候，他们就给我带花圈，然后呢带花，然后很热情的拥抱我。但是这些当地的原住民对我那么凶，然后还不让我跟他们拍照，让我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觉得怎么会差这么大我觉得这件事情让我真的有点没有办法适应对啊。那我们有请下一位受访者。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夏威夷的当地原住民。好，那请问你对夏威夷的一些观光业有什么样的想法呢？我们不喜欢观光客把我们的传统祭典当做一种展演，然后要我们表演就表演，要我们停就停，完全不懂得尊重我们的文化。那觉得可能是因为他们觉得你们的祭典啊或什么的，觉得非常的新奇，觉得很不一样，所以才会想要让自己也有参与到，所以可能才会有一些无理的举
动。那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他们说呢？我觉得话不能这样说吧，因为对我来说，他们的祭典也很新奇，也很特别啊。但是我不会因为觉得很好奇，或是觉得他们很特别，我就随便的去打扰他们祭典的举行，或是叫他们停这边停，我没有录到，或是刻意的要拍照或什么的。我觉得他们我觉得观光客可以同理心，就是尊重一下我们的文化。所以基本的尊重是非常重要的。那请问主任，你对当地的观光业者有什么样的想法吗？我觉得就是我想对所有的观光业者说，还有即将要来夏威夷发展观光业的人来说，拜托不要再拿我们的土地去盖供过于求的饭店了。我们的土地已经所剩不多了，不要再拿我们的土地拿去盖饭店，让我们在自己的土地上面都没有地方住，还要流落街头。那看来在原住民的眼中，观光业是一个很大的破坏。那现在你们原住民面临这种进退两难的处境，那你们有没有什么建议想要对政府说，想要让政府也能够一起帮你？我们希望政府可以减少观光客的，就是限制观光客的人数，不要那么大量的进入夏威夷，然后对我们的土地跟资源予取予求。然后还有我们希望政府可以提供我们一些就业的培训班、培训课程，因为我们原本的生活的模式不是这种利益往来的这样子的方式。我们都是自给自足的，然后我们现在一下子突然要我们用这样的方式生活，我们没有办法习惯。然后希望政府可以提供我们一些就业的培训课程。那你最后有什么话想要对观众讲呢？我们不要观光业，我们也不要你们自以为是的经济发展，我们只想要该有的尊重，还有我们的土地。好，那让我们谢谢卓雷。那让我们有请最后一位受访者。大家好，我是在威基基海滩旁边的饭店业者。那我在还没经营这间酒店之前，就是因为也是说当地的市政府啦，当地的政府机关就是有开出很优惠的那个观光政策，所以就是让我觉得说，这个地方，你看，就是前面刚刚那个观光客就有讲到，就是说，哇，那个沙滩好干净，然后海水好清澈，所以我就更想说可以用这个诱因，让更多的观光客来，所以我才决定盖这个饭店。那也是花了不少钱，也是说服了不少人这样子。那请问你是怎么从事你的观光业呢？你有做一些什么特别的活动去吸引到大量的观光客吗？那当然就是光自然美景是不够让观光业有意愿来夏威夷旅游。那我也是说结合了像当地原住民的舞蹈，还有展演，然后还有一些手工饰品，然后就是来吸引这些世界各地的观光客看到夏威夷的当地著名的那个文化特色。那同时我也是因为我这个观光饭店就是大型的，所以可能需要很多人手。那我也是借此提供了更多的工作机会给这些当地的住民。对，因为据我所知，就是说在
我还没建立这间饭店之前，当地的就业率不是说很好，就是我也是说希望借由观光饭店这个部分，然后提供给我们这些当地住民有更多的工作机会，然后也是说借由这个他们当地原住民的好比像说一些那个文化庆典啊之类的东西，就是也是可以透过镜头带给全世界的就是说，就算他没有来夏威夷观光的，也可以说看到这个画面，就让他们有更大的意愿来夏威夷的这样子。那你当初从事这个产业，你是看重夏威夷的除了自然美景，还有当地的原住民文化吗？对，主要就是说这两个部分。对，当然就是说，因为当然我也是，就是本身也是重力主义者，所以也是受惠于就是说当地政府的政策。对，然后再搭配，就是说得天独厚的环境，加上还有特殊的文化，所以就让我更加意愿来这边。那你未来有想要特别往哪个方面发展吗？目前这个部分，我是想说，因为为了吸引世界各国的游客来这边，所以我是打算说可以跟像航空业者合作，就是因为现在很多地方都有推出什么机加酒的那种套装行程，对，就是说等于是说异业结盟，就是说让可能比较优惠的机票加上比较优惠的住房价格，就会吸引更多的游客来这边，然后也是可以促进那个夏威夷当地的经济发展这样子。看来是对未来有非常大的期许。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那我们最后也谢谢以前的受访。好，谢谢。谢谢各位。经过3位受访者的受访后，我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每个人对同一件事情有不一样的看法，这是每个人重视的东西不同。但是虽然说每个人重视的东西不同，但是我想观光客或是观光业者都应该要对原住民有基本的尊重。而我希望在秉持着基本尊重的情况下，然后达到自己所想要得到的东西。好，谢谢。